咚锵，年都已经过啊，还咧遐唱哦。毋是啊，因为咱今年2月份无迄小编听你讲啊，哦对啊，啊无一个拍招呼的所在，虽然讲咱伫咧有啥物批信有甲人讲话，嘿但是我感觉无共啊，但小编的性质就甲迄念批无共款，好所以伫啊。遮小编听你讲，要甲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啊！因为我会记咚得锵，阮有祝福啊呢，有讲好话啊，你讲1月底的时阵，提早甲大家拜年。已经过啊，我无爱信啊，无爱听，无爱听，因为咱中拖伤久，咱才要回迄1月份卫生纸的代志。我甲你看着大讲，家感觉大家感觉会记记得我甲你去看的时阵，就想讲奇怪，这卫生纸是在讲啥？听明阮今仔日要讲的是，顶一集小编听你讲，甲大家问的问题，若是毋知的人，请去看迄、个EP 几啊？毋知影你家己去现啊？顶一集小编听你讲啊，安尼就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阁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看我配合你，多谢你呢。你啥即摆要用即种风格你安尼？因为我感觉大家拢 NG 对大家真歹势，啊，这毋是啊，咱所以爱豆豆啊念，无一日一日念出来。咱讲好啊，这是咱今年的特色呢。无啊，我无甲你讲好。总袂每一个来宾拢爱来甲人解说啊。哦，无要紧啊，因为因拢第一届来啊，但是咱听众朋友听个暖气。蛮有新的啊。讲到这，嘿咱真正爱检讨，你知影？嗯，我最近发现讲，咱竟然哦有几集的小编听你讲，比迄出名人的收听率更较悬呢。安尼是安怎？到底是安怎？啥人要检讨？敢是西西就伤芳？主管个要起笑。好，首先咱较严肃的，咱是来回息的。回事咧，对对对，即届收集真侪爱回息的所在，想袂到有遮尔侪爱回息的所在。来啦，你先讲啦。好啦，咱进前迄动物沟通，嘿，咱本来想讲意下，对您意下如何的迄个意下，对，毋对啦，意下，伊讲伊迄当中讲啥伊？讲过耳康，哦，过耳康，啊，咱是较接讲过人卡，对对对，结果就网友来老话，指正，指正伊，是讲耳康，对对对，伊是讲耳康，结果阮就去查，对发现夭寿哦，歹势啦，阮就是无读册，就是这种阮无发现。讲法咧。对对对，真正是要大家来回是咧，是咧，是咧，所以阮今日要甲大家讲，到底有啥物款的讲法？来，白边互你表演，多谢你哦。免客气哦。好啦，其实大家会当去教育部的书店查，所以拢看会着。我就甲大家分享，可能较无听过的讲法。阮两个啦，阮两个，可能网友因是安尼讲因为的。网友讲，迄两个人无听过物件遐济啊。好，有人会讲过下空，过下空，嘿，啊，搁有贵下空。贵下空，足贵啊，敢有俗下空。我是受着迄个。哦，贵吼，哦，贵下空，人袂空，啊，搁有啥物哈？我看者哦。专 Q 啊，还有专 Q 啊，对啦，专 Q 过下空。个下空，遐下空，又个下空。奇怪，咱会想到一寡有诶无诶哈。啊，搁有搁较特别的是嘿，过冬卡，过冬卡，嘿，过春卡，过秋卡，秋冬就对。对，上尾一个嘿，过下人。过下人。哦，这无听过呢，这是倒位讲法就来。特别的，大家会当去查看觅。啊，无甲无讲法的发音吼。哦对啊，就是听众朋友，就是变做讲，咱咧查书店的时阵，就是恁爱学会晓一寡音标。之前就有讲过啊，有音标就会当看有，你就会当念，就会当甲正确发音念出来。所以嘛是真鼓励大家去学音标啦。嘿啦，教育部有一个真趣味的，迄就是耍游戏的方法，互甲大家教音标。大家去找迄罗马拼音教学网，应该就找有啊。虽然讲后边我本人音标学甲哩哩啦啦，但是嘛是真欢迎大家去练习安尼。偷偷甲大家讲，诶，我看我伫边仔看后边讲啥啦？你吼，算啥啦？手敢若有困难。你这有困难啦，竟回是你啦，后一个要回是你拼啥？音的教学网啦。伊做困难的，伊会念一个数啊，甲你问讲落来迄个人
到底是倒一个？啊，你是直接拖啊，你还去接迄个认真？嘿，拜托咧，朋友有困难的人，两个支持撑，啊，伊袂了，我就认真的落落来啊，输啊啦！所以爱练习啦吼。听偏有兴趣的人，给你算哦嘿。过来这哦，这有你点啊？什么啦？渊源，渊源叫做姻缘，对，毋是 N。阮拢 N 呐，啊，你毋是 N 钱，毋是？恁才缘缘呐，咱两个人有 N 哦。好啦，无好笑。后一个，好，后一个就是沉浸式。咱伫咧迄新事委员的时阵，其实有讨论过即个议题，但是迄工咱伫讲话的时阵，无去注意到，真正是歹势。委员会其实有互咱一个建议，就是讲咱直翻就会使啊。沉浸式，安听起来嘛较专业。沉浸式的教学，咱爱浸伫台语的环境内底，才袂沉落去。这我个人家的啦吼，主管迄个人家的，这毋是新事委员会讲的，你莫甲我骂哦。好，安尼敢有要回息的啊？无啊，应该是安尼尔，三个就济啊，你是要回偌济啦？过来咧讲一寡较欢喜的。好啊，咱真久无念咱Podcast 的5粒星评论，网友留话啦，啊，有一寡回题，阮就是全部甲伊斗做伙啦吼。嘿，我来先来念这第一个。像啊，伊讲像啊，唱歌大噪音这像啊。你讲伊个要笑死啊，笑到要起笑啦！拜托，这个人是像哈，啥物人唱歌噪音？毋是我哦，你笑的是你吼。毋是啦，这个网友爱甲你解说者，因为袂使唱甲伤准，无会有版权的问题。爱确定呢，爱确定呢。听讲唱甲无成，就无问题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嘿，确定毋是咱哦，好无，毋是咱。好，过来这个 Angela， 伊讲这是我听恁节目的第2集，夭寿介意啦，会使练习听力，佫会使学着新的台语词。我倒来台湾了，一定爱去交分啊，无大金甲。创啥？袂记无大金地的金矿博物馆。哇，感动啊！咸的啦，你有听到无？啊，过来这个是讲，这个伊讲听节目，互伊想着因阿嬷。我迄工看到这个有够感动的，我摕阮朋友看，阮朋友甲我讲，你莫掠骗哦，骗感情的就对了。真的呢。互你念。好，伊讲听节目，互我想着我的阿嬷。阿嬷逐工困静静落，摕咧眠床顶听台语的拉里奥，听甲困去。我三不是伫阿嬷因兜过暝，甲伊做伙困的时阵嘛，做伙听。传统的台语电台拢咧唱歌甲卖药啊。虽然我毋是因的目标的人客，但是听起来嘛就趣味的。听着即个节目，全台语的内容甲台语的发音、口气，拢互我亲像转去到阿嬷的身躯边，甲伊做伙困。多谢恁做即个节目。伊是要讲开口对无？口气是迄喙臭臭迄个口气。哦，夭寿呢！这阿嬷这够感动的啦，就感动的。这真的毋是阮派人甲你去写的吼，伊无甲阮领500箍吼，听众朋友你毋通安尼吼，无可能啦。过来这是 H 网友，伊讲想要学台语，互伊学。笑啥啦？伊讲我拄仔讲学台语，伊讲想要学台语，互伊学着宝。多谢黑白变，真正互学习变甲真趣味。伊即个意思敢是讲伊过来要做工课。伊讲换头路啦。对，伊讲伊过来要去做的工课是迄甲客户服务的，可能会去拄着迄讲台语的人客。虽然讲听的大部分拢听有，但是伊就较少讲。伊感觉阮的节目会当透过生活，哎哟，佫真趣味好笑的对话来学习。真正超级感谢两位18岁阿妹啊！迄个阿妹啊19岁哈，听朋友你会会记啊？我黑边18岁，迄白边19岁啊，恁会记即件代志哈？这敢是重点。是啦，安尼拄则有一个人讲咱的开口袂歹啊，即个下路网友，伊讲咱的台语有诶腔口，愈讲愈无好听，歹势啦。是咧，这腔口我就改袂过，还是讲其他有迄无共款的腔口会当听？即个时阵来推荐阮的竞争对手，毋是咱的优待啦，优待啦，阿迪啊，我咧甲你叫，你有听到无？阿迪啊，阮即个阿迪啊，伊是宜兰腔，甲阮的腔口完全无共款，而且伊的人声音轻轻啊，真温柔，真好听，嘛袂像阮咧但想要听无共款的风格啦，对，但是想要听无共款的风格的人，会当去因迄边收听。而且因为节目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人物，好做帅红子啊！帅红子叫啥啦？叫啥啦？伫咧思念老母的时阵，听帅红子会讲话啊，无咧，但是伊甲阮老母共款，阮老母咧，帅红子讲话真温柔，真好听。
安尼揉揉芳芳，芳芳，轻轻啊，真好听啦，所以你就是真推荐啦。嘿，推荐你去看，就是到阮这无去听。伊嘛有通看啊，阿迪个文章有真济，阿迪个会当看，阿迪嘛真好看咧，听到没有？你去看者，知影你讲啥？那是啦，好，袂当忘啦吼，袂当忘，爱先强调者，袂当忘啊，袂当啥话啦？强调是啥物啦？强调啦，就是强调啊，另外一个 Q， 强调，你袂晓？我袂晓。好啦，这就是阮黑白讲的。好，来，只有你念，这我家己念歹势啦吼。过来，这位是我网友。我网友讲，我伫咧今年的1月初4看到公司台卖种也有打 Podcast 的连结，点入去听，头一摆听着足介意的。伊讲就是迄篇拢是海产的迄集，然后伊就开始为第1季开始听，几啊摆拢想要留话，毋过想讲这拢是几啊年前的录音，就刷去啊，继续听后一集。毋过即集咧讲彰化，身为一个彰化人，实在是忍袂住啊！伊讲看我的姓，应该有约着我是倒位人，我毋知。好，继续讲，大学的时阵，阮爸母有带我甲迄当阵的男朋友去踅八卦山。毋过阮后来也是结婚啊，当然结婚了，3、5时感觉应该爱分手的。咪所讲台语的声非常的温文儒雅，足好听的。毋过我上爱也是黑白边。逐回听恁开讲，心情拢足欢喜的。多谢恁录制的节目。好啦，先安尼，我要继续听落去啊。黄的啊，你应景人了啦。姓黄哦。我刚才对啊，伊毋是写讲伊黄。哦。这敢毋是？我就是黄伊黄啊，那是黄还是黄？黄。姓黄哦。哦，姓黄我就毋知影，伊若姓黄我就知影，姓黄就是我大来又是应景人啦。哦。我是 ending 啊，ending 机啊变啊，冷啊。因为我实在姓黄的拢伫大应景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伊即集吼真特别咯，因为咱的迄平台 First Story， 伊有就是你会当过一集来回。系啊。伊回伫个就是米索即集。够感动的，然后阮中华的朋友，你听中华即集的，拄则是那伊八卦山讲分手即件代志，就是阮遐有一个人讲去迄个所在看迄个水墙，迄男女朋友去就分手啊。哈是哦。对啊，阮朋友去就分手啊。因这无分手的，可能迄当阵无遐尼爱，无啦，后白讲的，个啊，莫生气，毋通讲就转的。啊，结婚伊也无要紧啦，就是家己迄卡摕出来撸撸的，你就会欢喜啊。阮朋友拢是安尼啦，你拄则毋是讲啥物拢海产迄类啊？咱无一集是讲海产，是有一集网友写批啊，拢是海产啊。对啦，拢是海产。你拄则讲拢是海产迄集，我想讲哈，拢是海产。就写批来拢是海产啊。我就是讲咱当时有介绍去食海产的，我哪拢毋知。讲了食，我会使无到位。我会记你有讲过，你就爱食迄啦。啥？八鸡开啦。啊，你若是要请我食迄八鸡开？啥物时阵讲我要请你食？啊，恁桃园是有迄海港啊，永安什么哦？是有一个港，是有一个港。有啊。我去恁遐佚佗，你敢会使找我食迄四鸡开？不八鸡开。四鸡开，四脚哦。四脚无懂。牛会使的四脚无。我家己拢就喊你去啊，我请你食咧。就是有一工甲我交代啊，咱去迄市场渔港遐，就是问看迄因遐人咧讲啥物代志。主管人搁要出出来，但是遐渔港人是毋是拢讲客语啊？桃园有一阵就是客家族群对无？是有啊，毋过敢住伫海港遐。阮朋友住伫迄附近啊，因兜拢是客家的呢。啊，是哦。对啊，结果咱去要去采访，讲要去出差，叫去到遐全部拢讲客语。我倒伫遐，砰，倒伫遐。录一堆客语转来。咱敲着客台讲，阮今日去甲恁采访，开在拄恁遐报警费。好咧，莫伫遐乱啊！假，要甲大家讲分享一个欢喜的代志。这新希望总算达成啊！是毋是主管有替我去讲过？你莫想啊，主管想好会惊入去查某变数啦，你莫骗啊！听明你有听出来，阮主管是查甫的啦。这白面讲的是查某变数啊，竟然你甲大家讲啊？无一定啦，就是我伫咧开工了后，对，发现全部的马桶挂拢换新的。无咧开是年底啊，就是过年之前要修理啊。对啊。我就是会记你有看到迄阿伯啊，伊就是迄车顶管载做这马桶挂的。哦，可能是马桶是马桶挂，可能伤侪人去投诉的啦。可能是隔壁栋有咱的同事听到咱的节目，就去甲大家讲安尼啊。对无？隔壁栋的同事你有伫听无？有伫听来敲一个分机来甲阮分享一下，甲阮讲一下，恁是毋是受害者之一？
你的分期几号？敢要拄则公布？毋免，伤济。惊到。好，过来咱会记了，咱顶一集有甲听众朋友问4个问题啊，吼。是，对，咱第一个问题是公司敢有提供卫生纸？哦，这下骹这足侪人回呢。有人讲吼，因公司的物仔纸是家己炸的。对，足侪人讲因无法度接受朋友啊，就是若砰砰砰砰的时阵，你若甲别人讲电话，嘿，因家己无法度接受的人，就无法度家己安尼讲话。听到没有？恁知影你讲啥啦？吼？咱是毋是应该先学习一下？就是讲有一寡人做伫咧大便的时阵，甲别人讲电话。对，迄个时阵就是我甲你讲话，白表啊，你讲啊，砰砰，有无？嘿，这时阵就即个声，有的人无法度听到，有的人无介家己的声去互听到。我就伫咧简单伫咧网络面顶问大家，我发现讲吼，八成的人拢无法度呢。对啊，一般人拢无办法啦。应该是安尼啊，但是之前我有传互你啊，一个网前话，伊要介绍伊的产品啊，啊，伊伫咧便所发现动啊，砰砰啊，尾迄是产品啊，哦，也证明有效，哦，对也啦，效果，对啦，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。嘿啊但是阮朋友是无法度，重点是有网友哦有讲因有一派哦，嘿因讲男女朋友就会使，哦，较哪会安尼亲密的人，那安尼，可能想讲啊，阮女朋友是仙女啊，袂以后食饭嘛，袂放屎啊。拢是爱做伙大的，讲啥啦？阮女朋友仙女呢，伊放出来拢胖胖啊，袂有发出迄种声，毋是有一派即种的。啊，因讲就是那是咧喊名，哦是吼，我咧唱下看面啊下面啊。啊，因讲就是伊会当就是听别人，对方若无要紧就无要紧，但是伊家己的声莫去互听着就好。啊，有一派是讲你要创啥拢无要紧，爱莫互我听到迄个声。嘿，毋是啊，啊伊咧甲你讲诶，白白我来讲，啊着。真困难，无可能无听到啊对！啊，真困难诶。白表啊，你讲一个代志哦，就是迄咱便所的迄美汤锅。安尼是要安怎？你5分钟了后才卡来，我等你。应该做认真诶，我流汗咧。好，多谢后边热情的演出。我做认真诶，我做出来咧，我影赶紧我用害感去。受着，我你刚才咱这拢无录影嘛，无我诶形象怎害去？无你早就无啊。好啦，啊，公司敢有提供卫生纸？我甲你讲，阮公司有提供。要继续买哦。毋是，这正经诶继续落去啊。你继续，你继续。公司有提供啦，我甲你嘛有炸啦，因为我个人较介意用淡的，我家己会炸。哦，较特殊诶。对，啊，这个书店的网友讲吼，因公司嘛是爱家己炸啦。哈，为什么爱家己走啊？有的公司就是安尼啊，可能较细间。哦，啊，还有另外一个网友甲我分享一个趣味的，嘿，伊讲因公司有提供卫生纸，无论是伫咧便所用的，还是伫咧个人座位面顶用的，但是你知影爱安怎无？爱录钱，毋是，毋是，爱登记。爱登记。对，你逐个月的时阵拢去甲总务，就是甲伊登记，啊，甲伊摕卫生纸。但是做咸的哦，你知伊安怎？安怎？逐个月的公布就是想用上济，对，想用上你济。逐个月公布讲倒一个部门用几包，倒一个部门用几包。啊，啊，公布了后，恁即个部门内底若是你用伤济，伊会甲你的名写出来，讲逐个人平均拢用3包，你即个人用5包，请你爱赞。哈，为什么安尼？够刺激的啦！告诉安尼欠，告诉啊，对啊，我之前嘛有熟识一个朋友，伊讲吼，伊早是伤欠长内段呢，一日卫生纸呢，食7次，啊，食鼻啊7次，啊，佮讲囥伫倒顶，啊，伊倒顶囥出个卫生纸哦。啊，伊讲这等会使佚倒啊，等会使佚涂骹，非就是迄垃圾的程度无共款，爱用甲的规就是安尼，垃圾离着过的时阵才要单掉。啊，毋是啊，你讲全部拢囥大顶，对啊，伊倒顶来一丸。爱揽做伙啊。伊有分哦，即区就是中的，即区就是特别垃圾，这等下要佚涂骹的。伊讲因兜有分啊，但是伊细汉感觉做太高的，啊，卫生纸毋是咧捉起来，伊会安尼拢白白啊所以伊用拗的啊。因可能就是讲，譬如讲倒顶的倒边，我切过面的，等会使切手，啊，中间等会使切身躯，啊，等下这正面这会当切涂骹。无我知啊，我互你伊的电话，你较会甲伊问。所以伊就讲啊，伊自大汉了，伊家己出社会了，伊就下一个弯，讲伊即世人歹为着即种就是小看物件去省钱，哦，所以即变到做讨债，再切一个就单掉。嘛无需要安尼啊。你若目睭切一个，我想讲目睭切一个，等下再切一个倒啊，伊个单掉。嘿，安尼就垃圾的啊。无紧啊，我感觉这是个人的自由啦，莫造成你家己经济负担就好。嘛是啦，啊，但是就是咱因为咱爱地球爱台湾，嘛毋通伤讨债啦。对，啊，尽量会当选迄一寡较环保的纸厂。
嘿还，是讲一寡回收纸，所以讲迄纸看起来歹歹啊，无遐水，无遐白，无遐清气。会当用就好啊啦。对，重要的是。环保啦，环保。对，咱若是会当讲满足咱个人的需求的分享，佮会当对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，安尼嘛是诚赞的，对吧？嘿啦，安尼用起来嘛会较欢喜。对啊，而且有一间卫生纸伊的包装哦，就是会当做迄咱台北市、新北市的迄粪扫地啊。我无拍广告啊，我只是甲恁讲，买起来才会好安尼尔。安尼我要来买，我都毋知影呢。真的哦。嘿啊，我过来这死网友讲吼，因公司有提供迄一罐的迄种的，每一间便所拢有，甲咱共款的。嘿啊，伊讲即间若无，后一间嘛会有，所以毋免烦恼。爱隔壁伸手甲你借卫生纸，莫隔即间的若无，迄到时隔壁今天就有人，我会弄隔壁讲，你有卫生纸是你个人的。对，但是有一派网友讲哦，就算公司有提供，伊嘛是会炸家己的。我就是啊，用较惯势我就是迄种的啊。想小卫生纸鼻会疼。不是啦，我讲正经的，因为就是一寡较俗的卫生纸，伊的表面会较粗。对。但是像你这，我看你看我逐工一工甲毋你嘴目睭嘴鼻的人。我若是一直用迄拭的，你会看我鼻仔溜皮，真正会做疼，对，伤粗。这个时阵就爱个介绍一个物件，这咱台湾无你卖，所以我会使讲。日本足赞的杨白一个就是专门伫互人蹭鼻的卫生纸，真正呢，较绵呢，较松呢，鼻仔较袂疼呢。我去日本的时阵啊，一直流鼻血，因为伤大。我去迄酷凯道。伤大，流鼻血，迄个时阵导游就摕一个卫生纸出来，伊卫生纸的包装足古锥的，小古锥哦，是一只海拔，这唱歌嘿，这唱咱的歌，你会记？我咧讲出来是毋大家拢知影，因为迄个海拔这边迄个，无我无讲着名，应该是无要紧啦吼。伊摕一只海拔，我想讲可能是这酷盖道的特色，摕一寡这古锥的动物互我，结果无呢，迄个卫生纸用起来真是。会掉就对啊！中毒呢，中毒倒来台湾时想讲奇怪，哪像迄无你一开始穿迄棉仔裤，搁来穿迄竹仔裤安尼。你去遐敢有买一寡转来？有啊，但是后来我看到介绍了，我就是先搁甲放落去，买2包就好。真正鼻仔足疼的时阵，才该用迄个来吃。个人迄钱包爱哭啦，钱包会疼，所以我用鼻仔疼就好，鼻仔疼去看医生啦，钱包疼无医生通看。安尼有道理。对，我讲的是毋是真有道理？若是用迄，亲像面巾迄种咧，面巾迄种诶，嘿啊，迄材质敢袂较好？无呢，我办大细啊，莫用迄个问题甲我考。我若住伫阮兜，阮乌边妈妈会洗，我就会用迄。歹势无即个酸糖，所以我就是会甲单掉。好，我毋相信你有遐久来会洗，我无即个困扰。多谢你哦。好，过来，这死网友下骹写真正，即个互你念好啊。毕竟伊是要甲我回的，你念我再甲你回安尼。对啦，尴尬，就是顶回咧讲过年坐车的部分啦。对，所以死网友有回批，伊讲乌边免烦恼。死网友我即马拢是为高雄转去中华，袂有机会坐共一班车。伊后壁有即个笑面的，嘿，足一笑的。毋过讲真诶，有一阵我真正感觉我是柯南，你著甲念出来。柯南的人讲，西温上。使温到上悬安尼啦，毋过就是有无好诶，嘛有好诶，拢安尼自我安慰，享受到一件代志，顺续分享。有一年过年诶初一，陪阮老爸去庙走春，顺续踮光明顶，往年拢无。应该是行春啦吼。嘿啊，你走春，无啦，你是你咧走路啊，是行春，是咧，是行春，行春顺续踮光明顶。伊讲伊以前拢无注意讲因阿爸写啥。敢若会记你写一家伙仔名，还佫有迄旧历的生日。迄年伊就好奇，就看因阿爸写啥，伊就比伊的名问阿爸讲：这出世的年月，敢是啥人的？阿爸回：敢毋是你旧历的生日？这啥我的生日毋是即天啊？迄个当下，死网友才雄雄的发觉，原来光明顶拢是红，为别人遐去啊，佫咧笑。这时你甲你的生日日阮写出来啊，甲迄个人找看有共节节啦，甲伊讲，你看我甲你按遮侪年的太岁，袂安怎我甲你点遮侪年的光明顶，你甲你的生日日阮甲迄毋对写出来，甲人问讲，有即个时间的人，无佫生一个，我甲你按光明顶哦，无要紧啊，小朋友，你讲，这就甲我之前讲的，只要你有心、诚心、佛祖心命，因有神通有法力，因会找着你啦。嘿啦，恁爸爸足诚心的。恁共家伙拢苦斗阵的啊！恁爸爸即个写毋着，除非伊规家伙拢写毋着，无你检查看觅，规家伙拢写毋着啦。规家伙拢写毋着，这我可能就是神通，可能通袂着。但是你若是
找着迄校长，啊找着即口罩，无要紧啊，就是伊就是一概保庇这规号啦。啊这我个人认为啦，我无代表迄任何宗教立场啦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诚心感动天啦，校长代表安尼以后点一个人就好啊。袂使啦。校长写毋着的话食，我的意思是安尼讲啦。好啦好啦，毋是啊，安那个伫咧西西尿尿个过几集啊。佮本来佮讲要啥物坐车上班的时阵，上下班上讨遐拄着啥物，佮袂赴啊。啊无啥物人会，因为大家拢讲西西尿尿的代志。对对，大家西西尿尿还袂过，然后朋友西西尿尿已经过啊，毋通佮来啊哈，迄主管会起笑啊。毋通毋对，伊通。讲阮爱教育听众，就是咱爱较侪教育的小外化的部分会当有，但是毋通安尼连续安尼一直落去。伤济，伊讲伤济啊啦。虽然讲即个话题，我感觉大家回了真好啊，但是我感觉就是无要紧啦，好啦，咱到遮啦吼，啊，搁来迄上下班上拖啊对着啥物，会记写来啊吼，安尼紧工商服务时间进行介绍啦，若无咱到时阵袂赴呢。工商服务时间，对，就是要讲咱今年的新喜噔大噔噔喜，歹势你无配合好，哼，大喜，对，无噔噔噔，我已经倒过歪啊啦，好啦，哎即，阵盐水大饭店是哩已经开始啊，对真好看。对，什么时阵呢？每礼拜日啦，创啥啦？创啥？你这是做效果还是袂记哩？效果做效果，效果，每礼拜日暗时8点点，对对。咱顶礼拜3月初3已经是首播啊，是无看到的人，我跟你讲，隔一礼拜的拜六有点播。嘿什么时间呢？你根本袂种也看啦。我特别安尼甲你念念，你拢讲我念伤紧，无要紧，叫伊袂种也看。阮咧盐水大饭店的铺文是安尼一篇接一篇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连续的。嗯，对，而且佫有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哦。趣味的物件，对，咱盐水大饭店，嘿，除了用盐水配饭以外，佫会当用盐来洗身躯哦。哦，而且洗身躯洗了爱安怎？哎，气候大，你哪会知？你在受洗哦，在受洗啊，在受洗啊！我讲在受洗。辛苦死了。对啦，洗身躯洗好嘛是爱气候大啦。嘿啊吼所以阮这洗身躯的盐，甲7个囡仔，阮拢甲你准备好啊，做一个set，伫咧阮公共电视的商店会当买，有兴趣的人会当来看。啊，佫有一个还有一个3月初7拜4拜5。 5点半，下晡5点半，咱之前讲真久的菜鸟啊，变变变变变，变，对，总算要开播啊！对期待真久的，大家一定爱收看。对，啊，若是无看到的人，隔两工拜5，啊，个后一礼拜一咧，透早6点有点播。顶播囡仔人上课进前，食早顿的时阵会当配，拢会当看，除了会当配阮这现老准娘，嘛会当配阮这菜鸟啊，变变变。哦，毋通个笑啊！啊，再来有一个3月2日开始。全新的第3季，什么物件你咧讲啊？嗨嗨，倒立这是，想讲当就我欢喜，无，你怎加解嗨？哎，因为我看伊暖的嗨嗨，你当我你个倒是大立牌这，是，你当我你个是大牌哦，差真济哦。赶快是每礼拜4拜5暗时8点播出，嗯，啊，隔两工有电播啊。若是想要知影详细的时间的人，赶快家己去看。好，上尾要来感谢这雷华，雷华佮寄2张来啊啦，多谢，扣出来咧，扣出来咧，过年咧，寄来佮有点心安尼。雷华，多谢雷华，你有咧听无？有啦，所以讲咱即个月会过了，咱即个月过了，打开始，打咱即个月打开始，开始。嘿，咱新的主题是要问大家讲，恁去夜市啊，拢买啥物件来食？对，但是恁若是有要回顶个月，哇，就是你上下班上拖对啥物，共款嘛是会使写。嗯，另外出一个菜市啊买啥，得让叫阿迪啊来回答。阿迪啊，你菜市啊买啥？即一个要退个阿迪啊，阿迪啊，你要来无？对，就无用诶，好啦，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，会当想买啊，紧来转啊啦。好啦好啦，想买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。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的网友讲，我伫咧今年1月初4看到公司台语台的卖种业，不，我会甲加迄 NG 哦，卖种呀，卖种业。伊味啊呀，我伫咧今年1月初4伫啥物啦？我咧 NG 几届啊？我伫咧今年1月初4伫公司台语台的卖种业搭迄
什么啦？你来就到，你来就到，应该哦，你要学创啥啦？凊彩人拢会使来公司台语来 po 文了。